各位，星期三現貨黃金全日走勢錄得明顯回落，因為美國公布嘅重磅通脹數據高過預期，美債收益率同美元一齊轉強，搞到市場多頭湧現獲利回吐。金價盤中一度失守4600大關，最低跌到4582.92，尾盤收報4594.54，單日跌幅達到1.36%。基本面方面，市場好關注地緣政治同油價嘅最新變化。伊朗同阿曼傾緊恢復霍爾木茲海峽航行，推到國際油價連續3日下跌。WTI 原油收報82.23美元，令地緣供應風險降溫。加埋重磅財報公佈同傑克遜霍爾央行年會前夕，大家紛紛主動調節過熱嘅多頭倉位。經濟數據同貨幣政策方面，美國7月 PCE 同比升3.7%，高過市場預期。核心 PCE 同比則報3.3%，呢個偏熱嘅通脹數據打沉咗聯儲局嘅減息熱情，推到10年期美債收益率升過4.66%，美元指數亦全面轉強。呢個情況話俾大家知，而家金價對通脹意外真係勁敏感，後續焦點就要睇實聯儲局高層嘅最新動向啦。本內容僅供參考，唔構成投資建議，入市盈虧自負。記得訂閱、按讚、分享，多謝收看。